啊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对新贵夫妻，会用新贵来形容，都是因为非常的秘密，参鬼神拢无知觉。这对翁仔某陈志灿甲刘美雪，2000年稀释着空头公司，好笑话是讲几大，骗讲投资着外汇甲机会，保证一定趁钱，涉嫌敛钱诈财将近40亿，了后。 包裹啊款款的逃走出境，互通缉着21年遮尔啊久。最近因伫咧泰国要来请求伫咧当地永久来居留，泰国的移民局比对资料的时阵，感觉无对同。泰国的警方就甲咱的调查局来合作，趁因准备要搁逃走到新加坡进前，甲两个人牵起来，转来台湾。 穿第三底裤，态度是真配合。一个调查官介绍，两只手缝扣起来，因就是涉嫌拐钱走去，扣通一位新贵翁仔某，走路走到21年，总算互抓起来。 21年前，陈志灿生甲真斯文，刘美雪阁留乌乌长长头鬃，戴乌金目镜，看起来真亲切。毋过煞是真够讲白插花。翁仔某两个人2000年成立空头公司的地文，讲是欧洲日内瓦集团的子公司，专门代替人客伫咧做股票机会交易，而且保证互你一年赚超过2成以上。城镇的民众拎钱出来投资，毋过过2年就讲海外银行倒去，拒绝支付红利现金的本金，超过4000人受害，非法趁新台票40亿，甲投资人的辛苦钱款走，偷走出国过好命生活。陈志灿、刘美雪心美伫咧中国，离婚8年，阁摕中美洲国家8厘税护照走去泰国，用几60万摕到精英签证了后，今年6月提出要将签证改作是永久居留。泰国移民局比对资料了后，发觉问题，翁仔某两个人行踪才会公开。那经过我们提供指纹卡及英文通缉书对这2人的身份强加比对，确认是通缉犯身份。调查局跟泰国移民局的密切联系，最后以驱逐出境方式将2人驱逐出境。警察去抓人时，两个人伫咧曼谷的一栋好业公寓内底，当伫咧收行李，准备走去新加坡。毋过尾仔翁仔某两个人嘛是扣抓起来，即马头鬃白洗洗，人看起来稀咧咧。等来台湾接受司法的制裁，结束长尾21年的走路生涯。 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